来继续来看苗栗第二选区，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，嘛是现任的苗栗市长柯定君，和伊对手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詹文学来指控，讲捌做过进口电源基地的负责人，伊徛在楼骹的电子游艺场，短2年就发生30件的毒品交易。民进党团炮轰，讲柯定君的徛家就是一个大毒窟。柯定君是出面来背会，讲从前以来绝对无利用公职的权利来做不法的代志。拄则3点，嘛请律师甲伊的干部到法院按铃控告着詹文学加重诽谤，甲意图互人袂当选。苗栗第二选区民进党立委参选人詹文学透早和共党的立委曾水雄、洪新汉共同召开记者会，指控现任的苗栗市长，同时也代表国民党参选苗栗第2选区的柯定君，家己大楼竟然是一个大毒窟。照看伫昨夜了，柯定君伫2011年买一栋伫苗栗县北安街的大楼，除了5楼是违建，伊伫4楼担任过进口电动基地的负责人。楼开电动间为2011年到2018年，都发生过30件毒品的交易案。民进党团更加进一步统计，到即卖电动间内外墙边毒品交易都超过40摆。毒品的毒窟，居然，对不起。这个空间的所有权人，居然是苗栗市的市长。詹文学更加质疑柯定君的这栋大楼离苗栗县的警察局敢若300多公尺，离县政府也无到500公尺。小连锁发生着这么多件毒品交易，竟然可以当赢家，持续的成为治安的热点，持续的发生毒品的交易案，为何它能够继续在这边存在？民进党团质疑家己的大楼一直有毒品案，作为处罪柯定君，无可能唔知。发生40次，邱正军还可以只是说我只是房东吗？除了大楼变作是毒窟，就看嘛压出柯定君过去捌和通缉党的总裁别龙张安乐关系大吧？对这件代志，柯定君的团队是用文字来回应。民进党团指控的毒品案，拢是食毒的人互查到。另外，在笔录当中并无确定的证据，强调伊绝对无利用公职的权利做不法的代志。那和张安乐做伙，是因为对方有私人的代志，才会尽力来甲斗3工。爱民进党唔通为着选举来博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